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？我喜欢狼。狼这种畜生，喂，可把鱼的。哦，俺哪里的？他用过买完在郑家水谷的油子。哎。嗯。刚过去打我的水。哎呀，应该买得着。啊，这个是你们多呢。他要小，帮忙我是你娘的，要钱的。我在。局长在那位。我的不是，他今天俺们用买的局长的呢。他要是小不小，帮忙罗意思多啊？有，俺那刚去用苦头了啊。人家男家用。有我呀，好，拜拜。啊，这，大家装的对数，局长那在里的些设备。呀，看这哟。你耳机也进没动呢？啊，耳机也进没动。让他装的别进去，当然装到旁边局长那个脸来不哟。过去，老板，我来。姑妈！那你们看我姑妈家人都。啊，我去，那你写去工作送嘛。找了这里没有？你不说没去，呀去，吃那面别杀，你做错的我看他听了有。姑妈，你们看我老过去。多去噻。呀！就是个，对的。姑妈家乡嘛，刚才人把姑妈来着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不，他是我，他是。好的，姑妈家乡这个。听见是刚给宁东的司机，专门没做马尾。姑妈来拾起了。